香港血友病會喺2006年10月成立，已經踏入20週年啦。由一群血友病嘅病友、病友家長、醫生同埋熱心人士籌組而成，係一個關注血友病嘅團體，致力為血友病病人爭取更全面嘅治療服務，讓病友得到最佳嘅保障㗎。以下落嚟有4位朋友將會送上祝賀片段。希望你哋未來更加偉大嘅成就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。咁我喺呢度特別恭喜你哋呢個20週年紀念，亦希望喺未來嘅日子裏邊都能夠喺香港見到你哋。我哋嘅心永遠就係一齊為香港血友病嘅病人服務。多謝大家。喺呢度，我代表一家祝賀血友病會20週年會慶快樂，期待未來發展更上一層樓，為會友帶嚟更好嘅治療。一陣間用最熱烈嘅掌聲去感謝梁乃光教授。成為你嘅病人，曾經喺醫療界嘅服務係我哋嘅福氣，多謝你。